山顶一蕊花，唔得山骹一枝草。唔对，应该较定爱用山卡，哦，所以老师你先牙车啊，是的。拍摄。哦，哥哥来，顺利啊。山顶一蕊花，啊，是你要搁看提示。好，上会对我真好。上个对一啦，后来搁先互伊睇一个提示，牛。哦，这足关键的哦。哦，这足关键的哦。好，我挑战好，好挑战一个，山顶一蕊花，唔达海洋一枝草。哦，哦，用海洋，袂歹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老师无看咱，其实就是真水啊。可能较接听到边缘，较无接听到这个边洋吼，诶，这个形容讲真有才调的人。啊，毋过伊可能较高僻，或者是讲伊讲的物件人会较听无，还是啥，所以颠倒可能较输边缘的一枝草。其实这个嘛有人讲，甲一枝草是点咯，有淡薄仔小我的意思，就是讲啊，毋通看轻像草仔枝遮尔啊味肉遮尔啊细的物件安尼。